中国政府热情向向禁止进口台湾的往来，引起台湾各界的关心。对此，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民间的企业，拢纷纷用行动来支持农民。台湾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无分党派的议员，伫3号上午号召民众做伙来吃往来。立委陈廷辉也特别出席小厅，这届也结合爱心总铺师蔡瑞成，共同推出10道的往来相关料理，让民众会使将往来来入菜。因为吃凤梨挺农民，这是一项大家朗朗上口的一个政策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不分党派，原则上所有的议员，包括陈定威立委，就用这个行动来挺农民，将凤梨吃到饱，将凤梨带入整个的家庭，将凤梨呢可以呢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吃凤梨来挺农民。会后，蔡瑞成总铺师也伫议会准备了往来卤面，提供予现场的议员甲员工做伙来享用无同的口味。立委陈廷辉食了这个特别的卤面，也予伊学了甲会搭舌。太棒了，因为这个卤面，过去我们传统的卤面没有凤梨的味道，现在这个凤梨的味道加进去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到位。我不知道说原来凤梨加入了我们台湾的卤面是这么的道地，这么的好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看看凤梨卤面，赞！我现在就把那个笋丁的比例拿掉，放成很多的凤梨进去。这种风味的话就比较就那种天然的果酸，天然的果酸微酸，而且那个甜度也非常的滑顺，不会像一般那种糖还是一般的那种醋的那种酸度那么的强烈。这10道的往来特色菜制作的方法，接下来将会伫议长郭信良、立委陈廷辉以及7位议员的脸书来联播。想要学习这几道菜的民众，嘛千万莫错过因的脸书。台湾新闻郭博义何乔邦采访报道。